次嚟到深水埗景怡峰高層33樓一房一廳270尺嘅單位，跟住嚟睇下啦。今次我哋介紹嘅係位於深水埗景怡峰高層一房一廳，實用面積係270尺嘅單位。我哋主要幫佢做全屋翻新，保留翻原有嘅設計進行翻新。業主係以出租為主，將原有嘅木地板改為木紋地磚，更加襟用同襟睇。廁所門同房門都全部重新換過晒，而整個廁所全爆，更換過水喉、天花同埋瓷磚，同做過晒企缸同埋防水，換過個新嘅鏡櫃，望落去更加舒適。設計師將個下櫃近坐廁位置加咗個放紙巾嘅位，實用又美觀。全屋房地面用咗木紋地磚，我哋嘅泥水師傅鋪得十分之平整，係絕對合格嘅泥水鋪設。以下係翻新嘅項目，價錢只係需要128000，我就覺得好划算啦。咁你呢？今集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記得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 同 IG 啦。